今日講論咧係羅馬書嘅第12章啦，但係未講之前咧，因為羅馬書第12章第一節都係開頭就話所以喎，咁聖經咧如果講到所以，即係話咧上文係有一啲嘅原因引發到第12章呢啲嘅經文同埋內容，而羅馬書第12章開始咧就係羅馬書嘅最精彩嘅一啲嘅對信徒對教會最精彩嘅一啲嘅講論啦。咁所以我哋後先係講一啲係從第1章到第11章嘅一啲簡要嘅訊息，總共有12要點。第1章5節咧係講到使徒保羅嘅被召，佢被召係為咗咩嘢咧？咁係第2點，就係為咗眾聖徒，主要係當時寫信俾羅馬教會係對外邦嘅教會，但係以後佢唔係淨係對外邦人，佢亦都好着重咧對翻猶太人全部都係神要傳福音嘅對象。第3點，佢寫信係可以清晰嘅將福音並且係多結福音嘅果子嘅信息係話俾教會聽。第4點係講到救恩嘅時候咧，佢就會講到神嘅審判同埋神嘅公義因為如果冇公義嘅神，就唔需要有其他嘅嘢講出嚟啦，唔需要講到悔改啦，如果冇審判嘅話咧，人人都可以係即係隨佢做乜就做乜啦。而家現代嘅社會都係有自由，好個人自由嘅主義呢個係使到我哋現今嘅社會好多地方係又出咗好多道德上嘅問題教育上嘅問題政治上嘅問題人係喺呢個世俗嘅觀點裏邊咧，係得唔到一啲嘅救贖嘅方法反而係越嚟越混亂嘅社會。第5點就係第3章講到咧，係有一個因信稱義嘅救法。我哋係唔需要轉牛角尖睇有啲乜嘢人為嘅方法可以救世界只係需要一個因信稱義嘅救法，係從信耶穌而嚟嘅。第6點，呢個稱義唔係保羅係作出嚟嘅因信稱義係有亞伯拉罕呢個信心之父，佢整個人整個歷史上嘅信心嘅見證喺第4章係證明出嚟。所以因信稱義亦都係因信得救嘅真道啦，係第5章講嘅。第6章就話因信稱義之後，並且你要因信而活在恩典之中。第7章因信稱義，因信而活，係活喺主嘅家中，係由主耶穌嘅帶領，受主嘅掌管，唔受律法嘅掌管。呢個第8章開始講就話因信福音而得勝。人係好多靠自己嘅方法去想修行，想得救，呢個方法係行唔通嘅。而我哋係因為要因福音，因信福音得救咗之後，並且要由呢個福音嘅能力主賜俾我哋嘅大能喺我哋生命裏邊彰顯出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得勝啦。第11點，靠律法同規條不能稱義佢又講翻轉頭啦猶太人以為自己係可以憑住單有律法，摩西嘅律法佢哋就可以得救，但係呢個唔得，因為佢哋能力唔能夠同呢個聖經嘅要求相符，
啊，有律法佢哋有罪有犯罪。第12章係第12點，係從第10至11章第10章11章兩章都係好長嘅講論，係保羅佢就講啦，唔係淨係單單對外邦人噶。呢個福音其實都係為猶太人設，只不過猶太人咧係從耶穌降生，耶穌喺猶大地方傳道嘅時候，只有一小部分嘅門徒係信，大多數都唔信啊，甚至要呢啲祭司長文字佢係甚至要係迫害耶穌，話耶穌係一個假嘅先知啊，佢話自己係從天而降嘅神嘅兒子啊，呢啲講法咧係錯嘅，係褻瀆嘅罪啊，所以要逼死耶穌。咁所以猶太人喺到如今都好啦，有少部分人信使徒信有幾百人嘅後來有聖靈降臨之後亦都有幾千人係喺耶路撒冷信主但係佢哋係後來被趕散咗之後猶大省嘅事工，耶路撒冷事工就開始式微啦。反而外邦教會越嚟越興盛，所以保羅好焦急嗰陣時，第1世紀嘅時候咧，佢話為我骨肉之親咧，啲猶太人係失落，好擔心，更要為猶太人，而呢個福音係為全部嘅外邦人係得救，因為而家猶太人係仍然頑梗嘅，所以佢嘅目標就話要外邦人得救之後反而猶太人就會有神特別嘅將呢個救恩嘅信息傳到俾佢哋末世嘅時候有特別嘅信息傳俾猶太人。今日因為有以上呢12點咧，係一個1章到11章嘅概論嚟嘅，咁我哋今日就嚟到第12章嘅，先讀第1到第8節啫。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我憑着所賜俾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是都一樣的用處。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為肢體，也是如此。按我們所得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着信心的程度說預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在教導，就當專一教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恤人的就當甘心。咁呢8節咧，其實已經包含咗好多嘢啦，所以我哋先係稍為係解裏邊嘅內容。因為以往已經提出，無論猶太人、外邦人都好信而得救，得救之後並唔係一個終點，得救之後咧係需要活喺主嘅恩典裏邊唔係再好似以前咁如果我哋隨從風俗，世上嘅風俗，如果隨從世俗嘅一啲嘅方式去治理教會，或者喺教會裏邊侍奉，或者係做基督徒一啲嘅平常嘅生活都唔 work 嘅都係需要咧有一個特別嘅依靠耶穌，係讓佢掌管我哋。以前係被律法掌管，以前或者被罪所轄制如今係唔需要再為呢啲而擔心只係需要咧係點咧？喺第12章嗰度咧係對個人
對教會一啲嘅提醒，好叫我哋嘅服侍神咧係合乎神嘅心意。咁先睇下無論係敬拜又好，無論我哋係喺事工上面又好啦嚇。首先係講個人嘅，所以就話以神嘅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咁活祭好特別啦，因為一般嚟講，你從猶太嘅傳統，從摩西嘅律法一啲獻出嚟嘅祭物咧，嗰個祭物咧係無論譬如係麵粉又好啲新麵或者係新嘅土產佢都係喺個祭壇上面咧係燒嘅，燒咗揾火燒咗出嚟就當然冇咗啦，變咗灰啦。咁就而一啲牛犢羔羊係為人係贖罪嘅喺祭壇上獻上，咁獻一獻佢就嗰個羊就燒咗咯，變咗 barbecue 啦。牛都一樣啦。之後點處理咧？咁當然聖經係話容許祭司咧將呢啲獻過嘅祭物一啲嘅部分咧係全部燒晒，但係咧裏邊嗰啲脂油裏邊嗰啲特別嘅係要獻俾神係代表性嘅全隻燒晒。但係咧原來有啲牛嘅腿、牛羊嘅一啲好嘅部分咧燒咗之後咧就可以當為祭司嘅食物嘅。咁所以呢個祭啲獻祭咧就係即係獻完就冇咗噶啦，即係但係今日我哋喺呢個新約聖經裏邊咧個獻祭係有所不同啦。獻祭咧係有個活祭即係話我哋係在生嘅時候要獻上，但係獻上咧就唔使燒死你亦都唔使即係犧牲當然有特殊嘅例子喺第一世紀嘅使徒有啲門徒佢係受到逼迫或者第一世紀有啲教會去到羅馬咧就拉晒啲基督徒咧話唔準佢信耶穌，唔準佢敬拜你要敬拜呢個羅馬皇帝咁你唔聽話咧就捉你去鬥獸場俾獅子老虎咬死你咁呢啲係要犧牲嘅某一啲嘅神特別選出嚟嘅人，或者係使徒佢特別係因為傳道嘅緣故都會受到呢個犧牲會係選擇係跟隨耶穌上十字架嘅道路。但大致上大部分嘅基督徒都唔使你喂我信耶穌就要死嘅喎咁所以呢個活祭咧係有另外一個意思啦我哋用我哋嘅人整個人咧係去服侍神服侍神咧就係好似活祭一樣呢個活祭係需要有啲乜嘢嘅元素喺裏邊咧？咁第一節度話俾你聽啦，係聖潔啦，係神所喜悅啦。你們如此侍奉就係理所當然的。教會團契，我哋會見到有弟兄姊妹信咗主或者喺教會係受咗浸禮啦咁既然咁嘅時候咧呢個人就係歸入神嘅教會係神嘅家裏邊嘅人，神嘅家裏邊咧係神嘅天家係聖潔嘅，神係聖潔嘅我哋見神係一定要聖潔嘅。咁所以咧係我哋無論點咧喺教會我哋侍奉咧係需要神所喜悅，係需要係聖潔嘅侍奉咁要咁樣侍奉係理所當然啦。我哋不要效法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咁呢度就提出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光景就係如果我哋係初信基督嘅初信耶穌嘅，咁我哋外表睇嚟冇改變嘅喎我哋如果你係做開一份工作嘅
啊，你嘅工作你唔會話我即刻要辭工啊，呢個未必係咁做嘅啊。當然有啲人咧就做基督徒之後後來又主就感動佢，叫佢咧你辭去世俗嘅工作，你去侍奉神，做宣教士或者做一啲傳道嘅工作係 full time 嘅咁啊。呢個係另外神個別嘅揀選啦。但係大部分嘅人，我哋冇改變外表或者我唔需要搬屋我哋話唔需要係辭工去做第二份工而係有心意更新嘅變化，係我哋生命裏邊內邊嘅生命咧要變化。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有人信咗主之後，佢話：我唔知道乜嘢係神嘅旨意。What is the will of God？ 我哋係要點做先至係知道係神嘅旨意咧？呢度就話個條件好簡單啫你唔使做乜嘢，但係咧你願意接受主願意接受主嘅呼召，呼召係將你係個人無論生命嘅改變都係隨主帶引你將身體獻上。咁樣咧，你有咗呢個嘅基本嘅commitment 嘅時候神就會俾你漸漸明白，佢話更新而變化喎。我哋睇到有乜嘢係萬物有咩係可以變化嘅咧？如果你係去種一啲植物嘅時候農夫係去種麥種田咁開頭一粒種子落喺地上，然後咧就發芽就生長。農夫要澆灌並且係有神所賜一啲陽光空氣咁樣，咁就生長到後來咧，佢就開花發芽開花，就可以結果子、結種子、結呢個籽粒出嚟。咁所以個田係成熟嘅時候，麥子或者係稻米都好咧，成熟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果子出現。咁呢個係一個逐漸一步步嘅變化嚟嘅咁基督徒係要結果子我哋係需要係有變化呢個變化係跟住主自己嘅栽培喺主嘅教導裏面被栽培，咁我哋就可以係有呢個更新而變化嘅一個方向啦。咁下邊咧第3節到第8節咧，就唔係淨係單止個人啦，係講到係整體嘅教會嘅侍奉神嘅話語裏邊呢個羅馬書呢一段12章係咁樣。如果你詳細去讀呢個其他嘅書信譬如以弗所書裏邊咧係好清晰嘅提醒個人嘅信仰、個人嘅侍奉，唔單止係個人嘅，亦都係要群體嘅喺教會侍奉。呢個侍奉有一個評估嘅保羅就話係喺教會好多人係侍奉，有唔同嘅崗位侍奉添。但係咧侍奉有些少原則嘅唔係你第一步你就要侍奉到某一個程度係好似逼你快啲去上咁，唔係咁嘅意思憑着賜給我的恩對你們說保羅佢有經驗啦，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看的即係唔好覺得你自己真係需要做好高嘅嘢，暫時嚟講或者唔係好要好驚慌教會逼你做好多好難度高嘅嘢但係要照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嘅大小。咦，我哋因信而稱義，因信而得救教會就要因信而侍奉信心嘅時候係你開始少少嘅信心去做一啲容易啲嘅或者係入門嘅侍奉漸漸神將你嘅信心係估計佢係增長嘅時候，
你信心增長，你喺教會嘅侍奉就會複雜啲，或者係多啲責任呢啲你唔會覺得好辛苦喎，因為咧神係將佢嘅信心同埋你嘅能力、你嘅智慧係加添嘅。咁嘅時候咧，我哋要合乎中道，就要按住呢類嘅次序，按住呢啲步驟按住神俾我哋嘅加添嘅信心去做。教會呢個群體係點咧？佢就比喻第4節咯，一個身體有好些肢體，我嘅身體有手有腳有眼耳口鼻呢啲都係各樣嘅身體上嘅肢體嘅，各有功用嘅眼係可以俾我哋睇到條路點行路但係行起上嚟咧，你要靠雙腳嘅或者腳行路嘅時候，亦都有雙手。我哋行路嘅時候咧，雙手幫助我哋平衡兩隻手兩個腿要平衡嘅去做呢動作，你先去行路、跑步或者爬山咁呢個係各個肢體有各個肢體嘅用途。許多人咧喺基督裏邊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咁所以我喺教會裏邊咧已經侍奉咗嘅位，開始侍奉嘅弟兄姊妹咧，你會發覺牧師想請你做一啲嘅侍奉嘅工作，或者請你係上台讀經咁咁但係如果你開頭你連攢聖都攢唔到嘅時候咧，當然唔好咁快啦。牧師話你上下主日學啦，你係去團契去查經班啦當你聖經熟咗啦，你係能夠開聲讀聖經你好順利啦，你有咁嘅信心啦，或者你覺得係你嘅侍奉係喜歡讀神嘅話語啦咁或者佢會邀請你去喺教會裏邊讀經嘅環節讀經啦，係咪咧？咁甚至有啲弟兄姊妹咧，佢係做某一個部門嘅，佢邀請你參加某啲嘢啦請你參加團契因為參加團契你唔係去團契講道喎，但係咧喺團契裏邊咧，你同弟兄姊妹分享下你點解信咗耶穌你得救嘅經歷係點我分享下你自己我上個月受咗浸喎，我受咗浸，我嘅感受係點咁嗱？呢啲都係一啲嘅侍奉咧由初好容易達到嘅侍奉嘅事工，都可以慢慢係變為複雜嘅，或者變為更加重要一啲嘅咁我哋係各個肢體係互相聯絡大家一齊團體嘅合作，一個團隊嘅合作。呢個特別咧就到第6節啦6節、7節、8節咧係比較上係有一啲特別嘅需要有啲特別嘅訓練，你先可以做啦或作執事、專一執事。咁呢個執事咧係中文譯翻嚟嘅個執事嘅意思咧唔係話一定係按立咗你做執事嘅銜頭啦，咁你先去做執事唔係講嗰啲而係咧講喺教會有一啲需要喺事工上要作唔同嘅服事呢個服事好廣泛嘅喎點解好廣泛咧？譬如話開頭呢個第一耶路撒冷嘅第一個教會啦咁嗰陣時咧有一個特別嘅現象，就係好多寡婦屋企又冇人係為佢預備食物咁所以咧就招咗好多寡婦咧係幫助佢哋甚至咧教會有飯食咧都係招呼佢哋食飯。咁因為人多要煮好多飯，又要即係負責即係分派咁樣咁就執事嘅第一個工作咧就去預備餐或者揾人煮飯揾人係負責預備食物
並且分派得合適係嘛？唔係有啲就話你識講猶太話或者猶太人嘅話咧，就俾你先咁啊。然後咧嗰啲外邦嗰啲佢都信咗主嘅基督徒，但係咧就未招呼到佢喎，或者忽略咗佢嘅需要喎嚇。咁所以執事咧開頭要做呢個煮飯、派餐嘅工作嚇，負責膳食喎。咁但係當然呢個嘅工作呢一個侍奉咧都係弟兄姊妹可以負上嘅責任係咪啊？咁我哋如果係侍奉開呢樣嘢嘅時候，你就專一做呢樣嘢咯。呢樣本來執事做嘅，呢個執事係做服侍上嘅嘢噶嘛。咁就後來當然你睇初期教會執事好多其他工作嘅協助呢個使徒同埋長老傳道咧，係佢哋去協助佢傳道嘅工作過有好幾個執事咧都係周圍去傳福音去報道，喺街頭報道乜都做嘅第二教導專一教導。教會有弟兄姊妹花好多時間，佢喺兒童嘅主日學、兒童嘅崇拜，喺 nursery 嗰邊服侍由2歲、3歲、4歲一直到10零歲嘅青年人佢哋都需要係一啲嘅教導呢個好重要嘅，因為教會有呢一批嘅青年、少年兒童佢哋受到教導嘅時候，能夠早嘅信耶穌，將來影響教會嘅增長，影響我哋係點樣係培育我哋下一代能夠做一個好嘅基督徒，或作勸化，專一嘅勸化。勸化好特別嘅我哋話嗰個人咧有需要喎，梗係叫牧師去探佢，同佢傾啦咁咁唔單止係牧師嘅，其實我哋睇到勸化嘅意思係乜嘢？就係喺勸勉勸導去支持提醒喺教會普通嘅基督徒都可以做嘅喎。當然我哋要識啲聖經啦。如果你唔識聖經，你點勸勉人咧？你去鼓勵佢、支持佢啦。咁你要用聖經嘅話語去鼓勵佢、支持佢啦。我平時你要參加祈禱會，識得祈禱啦。你識祈禱之後，你去揾到一個朋友無論係初信或者微信，或者佢有需要嘅你去勸勉佢喎，勸勉佢點為佢祈禱咁你如果唔參加祈禱會，你唔識祈禱，你點樣為人祈禱咧？施捨嘅就當誠實呢個好得意咁施捨要誠實咧咁英文係咁翻譯嘅，英文本佢話第一。施捨 give charity 係愛心嘅幫忙佢，幫忙佢咧，佢就英文佢話唔係誠實喎，佢用一個好特別嘅字佢話 be simple， 唔好搞得咁複雜。點唔好搞得咁複雜咧？即係話以前咧，我哋睇到有唔同嘅機構會咁做嘅即係話你想得到一啲嘅施捨嘅施贈嘅嘢咧咁咧你就要去政府登記，你係點樣？我冇屋住㗎，我需要食3餐政府派俾我咁你要做一啲手續係嘛？有某一啲嘅機構咧，佢有 free dinner 嘅咁但係去 free dinner 之前咧，佢話你要早1個鐘頭。我哋呢度有一個呢個慈善機構嘅一個禮堂，你入嚟聽咗道理先，聽完道理先至請你食餐。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嘅，去吸引啲人有需要嘅。咁你聽咗道理屬靈上餵飽你，然後先再請你食餐都得但係如果你教會你弟兄姊妹，你互相係幫助一啲係嚟嘅人，有需要嘅人咧。你唔好搞咁複雜唔好話你入咗嚟教會你聽夠3堂道，聽夠3個禮拜，你先可以食餐唔得我哋教會有午餐嘅時候咧我哋歡迎所有來賓你生對教會係疏生
你好熟啊，我哋唔需要你填一啲申請表啊，唔需要你入啲咩會啊，我哋只係好簡單嘅，我哋請你食餐啊，翻喺教會崇拜完咗，我哋係有教會而家唔收費添嘛，咁就大家食餐，或者佢屋企有需要，你睇到佢有需要，我帶啲嘢去送俾佢啦咁又唔使用好多 condition 嘅喎，所以就話施捨就當誠實，誠實嘅去做呢啲嘢就冇乜嘅 big deal 嚇。咁誠實仲有另外一樣好特別嘅就係咧喺聖經裏邊咧，耶穌有講過嘅喎，佢話咧我哋幫咗人，施捨咗人，做咗好事之後，咁當然有人係多謝你，你話我多謝主俾我有咁嘅能力去幫你，或者係有人睇見你做咗好多嘅善事佢話真係好啦，你咁有愛心，咁佢係稱讚下你，咁你都可以接受你話多謝主即係俾我有咁嘅機會，咁或者感謝神俾我有力量嗱。但係咧又有啲人施捨咗咧，佢就話我需要去周圍宣傳咁我要周圍咧話俾人聽凡係喺教會嘅聚會，我嗰日我施捨咗好多錢俾，或施捨好多食物，我哋做咗好多善事嗱，呢個咧就耶穌講過喎，佢話咧，如果你做咗好事，係你想人稱讚你，稱讚咗你之後咧，你就要小心啦，因為咧你已經俾人稱讚咗啦，喺神嘅國裏邊咧，神就唔再稱讚你啦。即係你已經攞晒啲榮耀，你做咩仲要去天國仲想神嚟稱讚你啦咁我哋得到世上，如果我哋係想攞啲榮耀上身嘅你攞咗之後咧，上帝或者唔會多謝你啦呢個好小心即係我如果暗中做善事，做完之後服侍咗神之後甚至一啲教會，因為嗰度好多垃圾嗰日冇人喺度，我就去掉晒垃圾咁你可以暗中去做做咗神就天上報答你你周圍去宣傳咧，呢個其實咧即係你得咗榮耀，唔需要再神再多謝你好，下一節就話講到治理就當殷勤教會嘅治理，教會 administration 好多唔同嘅需要嘅尤其我哋教會個會堂咧，成日都要維修維修呢啲事工咧係好繁複做咗之後冇人多謝你，做完之後唔 work 嘅時候咧，啲人就唔多謝你去鬧你啦咁所以我哋咧係好需要一個耐心，好殷勤去侍奉，但係殷勤嘅侍奉之後咧係我哋係唔需要得到地上嘅回報因為神係知道嘅，神係會暗中報答你。憐恤人咧就當甘心，係咯，我哋去幫助人憐恤人咧就幫助人啦憐恤人係為佢禱告啦佢有需要嘅，睇到佢需要就主動去幫佢啦我哋好甘心樂意去侍奉嘅唔係逼你，冇人逼你。好，今日就到呢度為止下一次咧就講到第12章。第12章其實係信咗主之後受咗浸之後或者係喺教會裏邊已經係有侍奉嘅人我哋會睇到使徒保羅係俾一啲好實在嘅direction，好實在嘅勸勉俾我哋，叫我哋去遵守嘅。